啊是伫倒啦，伫倒啦。啊人咧？啊，伊就讲我明明要到这等我。哎，你到底是啥人？你自阮大哥藏伫什么所在？哦，原来你就是个小妹啊！原来安尼讲，咱就要变做姑嫂安尼。啊？我姓陈，名叫陈金丁，外号武天龙。阮阿爹已经将我的终身大事许配予四世祖。无咯，无咯，要闹这落代志，这无可能，这绝对无可能。哎，武天龙，你知影伊是什么人无？伊是啥物人？伊是四丁山的某，是阮阿嫂。要若安尼讲，我嘛应该叫你声姐姐，拜记姐姐。啊！我靠！唉，天下会有这个这唔知影见上查某？无啊。陈姑娘嘛，阮是专工伫要来找丁山啊呢，也到底伊是会去倒位啦？我想到啊，伊定来咧问阮阿爹，发苏宝洞是藏伫什么所在？安尼一定走去油塘洞找苏宝洞。哼，四丁山，想袂到你后今仔日吼，你是毋是还阁会记接天官的总兵刁民？阮若就死伫你的手头，今仔日我刁元娥也要看你四丁山死咧千钧早，头替我来一报仇。关公姐啊，为弟伊都话袂成，咱好来走啊啦！对不起，潘怎样？你个心肝软心，你走！我要踮咧遮目睭金金，看四丁山死踮咧遮。啊，无看到苏宝洞，敢若看到两个番婆啊去互选去啊！安怎剩你家己一个？跳广播的？阮分路逃走，伊已经先对头前山逃走去啊！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做苏翠玉，是苏宝洞的小妹。我知影，我的武功无你的好，既然落在你的手头，要抬要挂，你做你动手嘛？苏宝洞秘伫什么所在？阮阿兄，伊根本就无伫咧乌龙山。四世祖，你已经去互阮骗去。阮阿兄虽然下令三军退守乌龙山，其实伊只不过是令我甲刁元娥伫咧遮阴谋你中计。其实伊早就去到清凉关了。伊正是苏宝洞的亲小妹。是啊，苏宝洞利用你诱我中计，敢讲伊唔惊万一失败，害到自己的亲小妹受。弟
今日跳啊过了，国在做的有拼量的啊。 头上两个走，四世祖，你有恻隐之心，我老实甲你讲，阮阿兄虽然退守青龙关，也毋过已经决心调汉江关的兵马要来对付你。 苏元帅，你是讲汉江以东我是大同的天下咯？本帅在龙祖的面前，曾经跨海口，要在半年内取得中原。唉，想袂到，我对不起龙祖，我也无面向龙祖求讨救兵，只有来照重汉老将军你的兵力。哦，你是爱老夫出兵阻挡四亭山？无毋对，四亭山伊的大军也是到了汉江，大胜自乡的就是你汉江关。哦。 好，老夫即刻点10万的水军，守住港口。四亭山若是敢大打冲过来，老夫就将伊杀到片甲不留。多谢汉老将军，本帅暂守在青阳关，一方面招军买马，一方面我听候你的节报。 既然苏宝同独走，亭山就应该积极领兵继续征西。为什么伫这个半路所在又搁提起一扇婚书出来呢？兵了王啊，迄咱话讲在前吼，若是即摆吼，丁山啊是无答应婚事哦，是我这个老兄的家己做主，将陈金丁甲带倒来。 丁山已经带车啊。当只好，就加搁甲带一棒啊嘛，哈。陈金丁因老爸陈云踮咧我面头前就绝讲，夫人你曾经有亲口答应过这层的婚事啊。丹云。哦，莫非是20多年前？ 伫迄个龙门关，伫咧卖梨麻迄个丹云啊。是伊，夫人，你敢真正有答应这件婚书信？啊，是安尼啦。迄个时阵，我拄有怀孕在身，也你去征东的时，丹云的家后又原有3个月的身孕，阮两个斗阵伫咧做尖线的时，有啦，曾经也有指腹未婚。 若是安尼，夫人就唔通失信。搁再讲，金丁也救过丁山的性命。
件婚事，都拜托听老千岁，要来做一个变媒人啊！哎呦，放心啦，放心啦，一打这就无问题啦。啊，你都知咧，当我一世人上爱就是甲人做这个变媒人，一切包在我老兄的身上。拜天地，礼拜五堂，夫妻对拜，胜利同房。卖醉啦！去困。好啦，我看你来困啦，行啦。山水都唔甘听。我看你坐坐，无法你行啦。唉，都莫啉遐济吼。爽，今仔日啉了实在有够爽。嘿嘿嘿。老大人遐爱啉。哇，听老千岁啊，啊你又搁啉酒醉啊？我今仔日吼，啉酒吼是明正言顺的咋吼？这是定山啊，甲陈金丁的社门酒。对。哎呦，听老千岁啊！啊，你毋是讲你一世人上爱甲人牵讲，啊，搁足敖甲人牵讲的，啊，你是安怎毋牵我的讲啦？你是爱倒一家的姑娘？啊，我顶班啊，毋是已经甲你讲了啊？谁？啊，都元帅因小妹金莲啊，谁啊？哎呦，是金莲。大一好啊！我听爸讲啊吼，老蒙老吼，我这老神也在你知啊？我咧做的媒人是拢做变的啦！哎呦，听爸讲啊！啥啦？个大一好。人讲大可不离呆，甲你讲这一摆，啊你也听无哈？我要过来啉酒啊！你请我无用，行。听爸讲啊！哇，听爸讲啊！等你嘛。哇，真啊！你吼，你甲听爸讲啊吼，斗阵的时间较久啦。啊，你比较嘛较了解，看有影无？哎，他拄仔讲迄句是啥物意思？我哪拢听无哈。多一句。我知。你有够空的。算知影讲，要到小上地瓜骨。啊，地瓜哪有骨？戆人，含安尼也听无，就是在讲你背袂过啦。连你也安尼讲哦？我无讲哦，是你问我的哦。哎呦，要互我气死！家走太就有够忝，我甲四金莲真是拍袂过。本来就是啊嘛。好啊，真啊，甲我斗下手，来报冤仇。稍等下，你即摆是要报啥人的冤仇啊？陈金丁啊。陈金丁是倒遐惹着你，你要找报冤仇？哪会无？伊冤仇到我吼已经结束重的啊呢。第一，
伊就是从咸水去甲我掠着，将我当作山猪呀，才害我有人笑。第二吼，伊搁接阮小妹因翁去做翁，才害我想着死金莲。叫听伯公啊，甲我做媒人，搁有听伯公啊，甲我糟蹋。安尼冤仇还搁无够重，我偏偏唔肯互伊入洞房啦！行，来去。免啦，免啦。来去找陈金丁啊！哎呦妈啦！你真是食饱受用，我咧对你食饱受用。无真系啦，你真是唔肯甲我斗三工。这个我唔知。好，你若是唔肯甲我斗三工哦，我是要将你的秘密讲出来啊！哦。我？念我，你也要惹惨落？无，我是有啥物秘密哈？你搁讲无？咱迄阵啊去公大迄个接天馆的时有无？好啊！你甲迄个跳月娥伫咧烧台，明明迄支刀伊头壳你唔甲剁落去，搁对个头鬃安尼甲伊挂起来。有无？哼！定定唱大个身躯，若烧着就摕出来看看咧。明明你就是去爱着跳月娥嘛！我将这秘密甲人讲，真害你拜托。啥物都会使讲，这句袂使讲，无元帅知影煞会用的。无看你咧斗三工啊，毋讲，这袂用的啦。你就是无？好哈，安尼嘛较差不多。是你甲金丁是东方花烛夜，伊是过来遮创啥？依照鼓励，我应该爱先破阮陪夫人啊。阮才歹互人讲，阮是一个大卡臭桶。自将你嫁
总管，啊，你即马是要去倒哈？独处一门，当然是要来去洞房啊。袂用得去的啦。是安怎袂用得去？啊，都我进来，互你讲，你讲就好啊。你讲啊！你讲咯。恁两个是伫做甚物呢？新郎官啊！新娘叫阮对你讲，要进洞房先爱比武功，大声举起大石鼎，再将石鼓弄三声，弄三声，岂有此理！嘿，关税虽然是牛人，迄马弄石鼓是无轻松，迄骹石鼎千斤重，大丈夫会变成一杯细只糖啊，正糖。单金锭有家规，劝你莫去，这袂闹开。比武若输是爱罚跪。唔止罚跪，搁爱食当腿啊，食当腿。所以，我则唔相信，我亲出来去问伊单金锭。这下好势，安尼我才会甘愿呐。甘愿啊！甘愿就好。你看对了，你甲吴中朋友惹事生非。啊，外口。